欢迎收听12月30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诗篇88篇。诗篇88篇，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呢，就在诗篇88篇的一开始1、2节，说到上主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我整天求助，我整夜在你面前呼求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这是一个诗人，他面对他真实的一个境况，在那个极大的痛苦、难过、失望或者是困难的当中，他向这位拯救人的上帝呼求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，那是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。有一些人，他总想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生怕自己的不配、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自卑被发现，或者是因着敬畏，他很怕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，所以他很努力的想要寻求表现，寻求在上帝面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来荣耀他的名。但在今天的这个诗篇当中，诗人他不仅没办法求表现，更是自己落入在那个好像已经没有办法、没有力量、没有这样的眼光，甚至怎么样寻求，好像就是一个将死之人。他将他自己真实的境况向上帝来坦白，他如同面临死亡，觉得自己精力都耗尽了，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要被宰杀，躺在坟墓的人，在那个极深的黑暗当中，这是他的心声，也或许是你我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曾经有的感受。在这里，他向这位拯救的上帝每天向他来呼求，向他来举手祷告，并且在这边有几个提问，我觉得不仅是很经典，更是让我们透过一直读到新约的时候，这些疑问其实耶稣都回答了这个答案。这里诗人他面对一个死亡这个气息的处境，他问说，你向死人行奇事吗？阴魂会起来颂赞你吗？谁会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？谁会在阴府中宣扬你的信实？谁能在黑暗之地看到你的奇事？谁能在绝望之地看到你的良善？是啊，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死了，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没有了气息，看不见、听不见、感受不到，又怎么样述说、传扬、看见上帝的工作呢？所以诗人其实非常的聪明哦，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就在告诉上帝说，你当然要救我啊，如果我真的就死了，没有了感受，没有呼吸，也不能够有言语，我怎么样来颂赞你的名呢？其实他对上帝仍然是存在着盼望，所以他每一天都来上帝面前祷告，因为他知道在他还没死之前，可以救他的这位上帝，也只有这位上帝可以救他。而在这里，诗人非常坦诚的讲到自己的处境，讲到自己的境况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不怕你向他抱怨，你跟他生气，甚至你跟他吵架。
只怕我们自己是那个虚伪的，只怕我们自己是戴上面具的，只怕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境况。这也是在许多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很难承认，面对到这种悲伤的感受、悲伤的处境，许多的人都是先这个逃避，甚至拒绝承认。等到他真正能够来接受的时候，就好像今天这位诗人，他非常坦白自己的境况。但是不是只有走到这里，如果是我们只是坦诚，然后没有了盼望，或许这个坦诚将让我们再也爬不起来。可是在今天诗人的祷告中，上帝真的是让我们重拾希望，因为在我们还能够呼吸的时候，在我们还能够向上帝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个诗人他清楚知道一件事，这位上帝就是那能拯救人的上帝，这位上帝就是那个能够在各样境况中让人来经历到他的信实，他的神迹奇事，更是他的良善的上帝。而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想不仅是这位诗人，其实我们在新约的故事里也曾经看过，耶稣就在他钉十字架到一个非常接近要断气的时刻，在那里他问上帝说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讲出的不仅是耶稣自己的心声，更是讲出了许多人在世上的心声。那我们就更需要好好来读经，因为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耶稣虽然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，却在3天后从死里复活。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上帝也透过耶稣的见证，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，为我们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有这个死里复活的盼望。很难过吗？很痛苦吗？已经很无助了吗？今天诗人的祷告成为你我的安慰，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是要说谢谢你，用今天这段经文同理我的处境。你爱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不用我们好像很坚强，很有盼望，有时候你只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依靠你，真实的向你诉说我们真实的境况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上帝，谢谢你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接住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依偎，躺在主你的怀抱中，休息一下，喘息一下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2021即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再次来回想你的恩典，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。再次思想你的拯救，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靠着你一天一天的来胜过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。愿这首诗篇成为你我的安慰，更是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是应许要拯救我们的上帝，不要放弃走在他应许的道路上。我们
明天见。